咁上下。呢度啊，就呢度啊。下一世，別理誰要高早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OK，你都係做翻古裝手喎，做我哋師傅就。別高興，別以為叫自早。之後我哋會快啲落。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，別理誰叫高早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祝大家天命最高，馬年行大運！